你係咪你寫？我寫咗啦。嗱，嚟哥，扎馬寫。嚟望一望啊！其實頭先唔識氹妹妹過。哎呀，我影咗你少少啊！再嚟個，再嚟個，翻嚟。係啦，風好好吹。得啦。你又攞版書費㗎？打字我攞到最盡啦，你個白放大少少啊！1、3，thank you，OK， 好啊，咁你慢慢自己買好啲呢啲係難啲㗎。或者你個同就你買到你手隨便買錯咗，鬼買落去就嘥咗我。使唔使我影一先啦？老師作品影下佢啦，嗬。得，你個下條氣。初班我上晝班霸住，你哋嘅上晝班真係我都得佢整個班入去，影響你。唔係，係啊，我後面我都係咁話，即係話我哋做鬼打嚇，因為佢話咗呢個班嘅梗係最慘快低牙嘅。你哋過嚟睇下，我睇書嘅。根本上書法就一定係。咁樣好啲。係你即係你老師，你有你識喺中間嗰度咩？嗰個係一個真，我都知啊。係啊，你睇下呢個不可能，呢個黐呢個，呢個黐呢個，不可中。我想問下，好犀利啊！係喎，咁呢個係係精嘅，咁佢哋多個時間咧，佢啲人做得好㗎。呢個即係咁大個人咧，我諗，所以佢係教超級嘅時太多嘢玩啦！即係我覺得有啲一默，前面咧就有默嘅，下底又少嘅，一效果係做出嚟嘅，就
佢自己間揀我不得滯啦，咁佢冇辦法咯，因為受指引，即係受係啊，即係好似呢張咪打出嚟，醫生有個夾埋嘛，呢個就冇得食，寫啦，加每人一幅兩幅，每人兩幅。唔夠有時候再加插咗，我而家佢仲有邊個你啊？呢次睇阿方生啊，幾時係咪啊？ OK， 好，一定要毛筆㗎，張生。等我一陣咧，多謝你，多謝。先啊，好嘢係嘛？好，唔該。係，好，一齊五張。OK，係，多謝。嗰個你參嗰度啊，係啊。飲水啊！飲水。
國際書法展。今次嘅展覽咧係由高班、中班、初班同學聯合展出。開幕典禮現在開始。首先介紹嘉賓，請中堂老師，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李少剛先生 ，CSP IBSM JP， 互通馬路網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連平先生 MH。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會長余記虎先生，香港蘭亭學會會長黃齊樂教授 MH，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董事會主席張欽燦先生，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董事會副主席李金忠先生 MH， 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會長鐘堂先生，仲有楊偉師。籌委會主席，我哋今次嘅請坐。程序一，請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董事會副主席李金忠先生 MH 支持。唔該，我請李副主席。李少剛先生，我哋會嘅名譽會長黃齊樂教授，我哋會嘅永遠贊助人張連平生、余記虎教授、鐘堂老師同埋邢生，各位親愛嘅會員同埋參展嘅出席嘅親屬，下午好。好。由於會長羅慶忠校長咧就唔喺香港，所以就由我代佢嚟祝賀今次嘅書法展。我喺今日咧